Hello， 大家好。想開始今日嘅故事之前，問你一個小小嘅問題：你最近有冇因為應該呢兩個字令你好攰、好難釋懷？譬如覺得佢應該要明白我，你應該要做得更好，或者你嘅人生應該唔係咁樣。熊仔最近都試過，有啲日子真係好難捱。今日我哋一齊睇住煮三文魚嘅畫面，一齊靜靜地處理一次自己嘅情緒，學習放低應該。好啦，我哋開始啦。各位，三文魚扒應該點整先係最好呢？係煎、焗定係蒸啊？睇到未？熊仔會分享我嘅體會。熊仔最近睇咗一本好有啟發性嘅書，叫做《我可能錯了》。書入邊有一段係咁講噶：所有念頭之中，最傷人嘅就係我應該有所不同。最傷人嘅唔係你或者其他人做錯事，而係你以為人哋應該要明白你，世界應該跟你嘅方式同計劃運行。最尾唔開心嗰個係你自己。每一句應該其實都係綁緊人，而且去到最後被綁得最緊嘅係自己。所以下次你想講你應該點點點之前，不如問下自己，其實我需要乜，然後直接表達你嘅需要。例如當你需要另一半陪伴嘅時候，試下直接同佢講，我想你陪下我，而唔係講你返屋企係咪應該要理下我先呢？又或者好似熊仔，我最近好想食三文魚，我會直接講我想食三文魚扒，而唔係講你應該知我中意食乜㗎嘛。世界唔會一直依照住我哋嘅計劃同想法行，其他人嘅行為都係一樣，我哋好難期望每個人都要俾到我哋預期想要嘅反應。三文魚扒應該點煮最好啊？我諗係呢刻最想試嘅煮法，就係當下呢刻最好嘅煮法。我哋一齊練習放低應該，唔好再俾應該困擾住，好好咁享受當下，同身邊嘅人好好互動，活在當下就好似蒸緊條魚，講緊一啲心事，完全集中，冇被其他事情困擾，咁就已經係活在當下啦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段片幫到你清理咗啲情緒，不如 Like、Subscribe 陪我哋繼續煮飯，一齊解凍心情啦。為食熊朋友仔，下次見。